彩虹長者綜合服務中心喺1995年10月開始服務，當時係暫借金漢樓房署會議室作臨時辦公室。之後，中心搬入現址，即係金漢樓地下106至115室，同年亦舉行咗開幕禮。去到2000年，中心由彩虹長者活動中心改名做彩虹長者綜合服務中心，更凸顯服務嘅多元化。同一年，我哋成立咗長者進修學院，俾長者有機會繼續學習。2002年9月，中心成功投得日間護理服務，為黃大仙區體弱長者提供照顧。2003年4月，中心轉型為長者地區中心，除咗延續原有服務，仲加強護老者支援同協調地區服務角色。原有嘅家務助理服務亦升級為家居照顧服務，組成專業團隊，包括社工、護士同治療師。2008年，中心舉辦嘅國畫班同書法班，更首次喺香港文化中心舉行展覽。之後發展持續擴展，2010年於嘉豐台增設附屬中心，加強支援瓊富區長者。由2011年起，我哋陸續申請多個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計劃，例如活出彩虹、喜安心，並且參與咗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計劃，提供日間中心同家居照顧服務。2016年，我哋又得到公益金支持，展開痛症由我管計劃。2017年推行關愛基金支援身體機能輕度缺損長者試驗計劃。2018年更進一步加強護老者支援，並推動躍動人生，鼓勵年輕長者轉化角色。2019年，我哋亦同醫管局合作，開展自有醫社同行計劃，為認知障礙症長者同照顧者提供支援。到2020年，我哋喺彩雲商場開設新單位，成立彩雲長者社區照顧服務，應付日益增加嘅需求，亦先後推行樂助富山、樂伴新蒲崗等計劃。2022年，我哋展開首個晚期病患支援計劃，看得見的參與。近年，中心好多服務逐步恆常化，包括輕度缺損長者家居照顧服務同社區照顧券計劃。2023年，我哋開展彩虹上的約會線上社交平台，等護老者足不出戶都能夠參與活動，建立社交圈子。去到2024年，我哋再成功申請樂活瓊富計劃，繼續拓展社區網絡。總結嚟講，中心喺過去接近30年，不斷配合社區需要，由以往單一推行長者活動，發展至建構長者社區關顧網絡。楊震彩虹中心將以 Connect 7個策略方向推動未來嘅服務，期待你也可以同我哋同行。